陪你閱讀，陳培德牧師同你遊走書海，想你愛上閱讀，邁向成熟。今日多數人都生活喺商業世界之中。以美國為例，全國有超過1億人喺企業裏面嚟到討生活。全美有超過1700家嘅獨資中小企業。此外，我哋睇見咧，商業更加將全球綿密咁咧編織起嚟，影響之大咧係難以想像嘅。基督徒作為企業社會嘅一份子，唔應該只係睇自己係咧隨波逐流揾餐食飯，或者係一個微小嘅單位。我哋更加係一個有靈有品嘅活人，可以透過持守所領受嘅神聖呼召，影響企業文化，活出人間美善。今日我要介紹嘅書名叫做《美德的經濟學》。呢本書英文名叫做《Business as a Calling》。作者係美國喺政界同埋商界好出名嘅亞洛克，佢係前美國駐聯合國嘅人權委員會大使。喺列根總統嘅時代呢，佢係重要嘅幕僚。佢亦都同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呢係好朋友。佢擅長運籌帷幄，擁有高度嘅國際外交能力。喺神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、當代文化等等嘅領域上高呢，佢都有研究。諾瓦克佢喺1994年榮獲極高榮譽嘅鄧普頓宗教出眾獎。佢嘅著作呢有超過30本。如今佢係同妻子喺美國首府華盛頓係定居。美德嘅經濟學係佢累積好多年投身喺國家大事嘅經驗，為商業倫理提供深入淺出嘅真知灼見。佢娓娓道來經濟學裏面最鮮為人知卻又不可或缺嘅重要理念。作者佢堅信美德先至係企業成功同埋維持屹立不倒嘅關鍵。佢認為從商唔單係極嚴格嘅道德操守要去遵守，而且從商嘅崇高精神更加係需要以從商嘅呼召嘅人嚟到去投身其中。呢本書呢有10章，分別係呢何謂呼召、呼召嘅經濟學、鮮為人知嘅商業史、呼召內含嚴肅嘅道德實踐。第4係有益於貧苦大眾，有益於民主制度。5係現代都會嘅道德。6係商業3原則。7係企業責任7+7。8呢係商業同埋人權。9係使一切更加美好，傾囊付出。雖然話當今世代係一個道德崩壞嘅時代，佢亦都係呢發揮美德嘅絕好機會。書裏面充滿咗美好嘅見證同埋榜樣，秉持勇氣同埋堅持嘅美德。幾個大男生喺逆境當中用音樂嚟到去改變世界，巧妙咁運用30秒嘅廣告時間，足以成功行銷產品，又為文化嚟到去扎根。用愛出發嘅創業眼光，推動促進一啲小型嘅咖啡店成為連鎖加盟嘅企業。又譬如知名嘅大藥行為咗誠信美德，將嗰啲俾人落咗毒嘅藥物呢全部下架，卻成為咗公司轉虧為盈嘅關鍵。呢啲或者係個人或者係企業所展示出嘅美好嘅故事，正係今日社會彌足珍貴嘅寶藏，亦都係咧組成經濟社會重要嘅結連。重量級嘅職場神學家諾瓦克喺呢本經典嘅作品《美德嘅經濟學》裏面，佢打破傳統對道德嘅刻板印象，以宏觀嘅眼光提出咗商業3原則，即係
創造力、組織團隊能力同埋實事求是嘅務實精神力三者，就係分別由各種美德累積而成嘅三元德結合起嚟，成為活出當代人企業呼召嘅基礎同埋軟實力，讓企業同埋個人發揮出無窮嘅社會責任，打造一個有信、有望、有愛嘅美麗新社會。呢本書嘅譯者譯筆咧係相當流暢，可讀性好高。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